要来关心亲民党拜三，伫要召开全国委员会按算的正式宣布党主席宋楚瑜代表亲民党参选2020年的总统大选。另外，甲郭台铭的合作，亲民党讲希望会当结合全部小党的力量，大家做伙来拍拼。敢若讲到合作，无讲到某米人配某米人的问题。咱做伙继续要来听的是亲民党发言人张石文上新的回应。郭宋一直有合作的这个默契，因为我们的所有诉求都是一样，所以说，为什么会有郭宋配？可能是媒体希望再把它添油加醋，让它更劲爆一点。所以郭宋一直都有合作的关系，对。我们不排除，不管是在国会的合作，或者是区域立委的合作，我们都希望，因为毕竟，郭宋两位都希望说，未来的小党可以在国会里面成为一个多元的民主。那以目前的台湾的设定，区域立委在国民两党寡占垄断的这一个国会，它不叫做民主。所以说，我们呼吁所有的选民、所有的乡亲，可以把你们宝贵的这个政党票投给所有的小党。有达成什么共识吗？共识就是我们希望小党可以扮演国会的关键力量。比较实质的合作的一个共识。实质合作的共识，只要是当然区域立委或者是不分区的好的人选，我们都会很慎重的与郭董这方来做讨论。那与郭董合作有没有预期说他可以拉抬多少的一个选情？郭董本来就是一个在台湾中间选民被推崇的一位很好的人士，只是郭董在这一次的2020选举他不愿意参选，所以说很多好的政策，或许我们这边也会慎重考虑把它放在我们政见里面。但是会不会就跟民众党有点在抢票？民众党也是我们争取合作的对象。民众党它也有很多的支持者，是小党里面我们必须要去诚恳支持寻求支持的。当然是盖亲民党会比较好一点。不过如果不喜欢亲民党的，麻烦你也投给民众党没有关系。那这样就会有那个消长压制的一个问题。没有关系，因为我觉得小党一定是会互相竞争。不过我们一定都要呼吁，不要把政党票投给蓝绿来寡占垄断整个国会。我们会虚心的去请求这个郭董的支持。我觉得有很友好的联系，因为毕竟已经认识20几年，对，一直都有友好的联系。所以最近期的话有见面吗？这个不是我透过我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。因为好像听说有约，是不是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主席没有转达是不是有约，或者是有没有见面转达。这个主席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事情。这2天有要和那个王院长见面吗？王院长如果在我们全国委员会最后的决定，那我们也会去争取王院长的支持。如果大家的理念相同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就是说，不管郭体的候选人，或者是柯体的候选人，只要他们需要，我觉得我们宋主席一定会很乐意。我的前提是星期三我们开完全国委员会议之后，如果有这个最好的决定，那我们会去争取。最好的决定就是我们的全国委员，然后可以通过，不管是征召或者是提名，这个因为还没有召开，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替我们全国委员做最后的决定，这个请大家多体谅。那现在跟柯市长的关系？很好啊，很好啊，跟柯市长一向都很好啊，我们一直都把他当朋友。那他有吗？他跟别人当朋友的方式比较不同，所以说我们渐会适应。近期会见面吗？这个我不晓得。如果
姻缘到了，应该就会一定会见面。